今期康文你點睇？今期我哋嚟講下電車嘅800伏平台到底係啲咩技術？點解依家成班車企都喺度瘋狂宣傳800伏？今日一條片將800伏到底係咩，同埋到底強喺邊度，一次過同你講清楚。先講最核心嘅800伏，真正嘅目的其實得2個字：快充。依家嘅電車最大嘅問題其實唔係行唔到，而係保能太慢。想提升充電速度，本質上即係提升充電功率，而充電功率等於電流乘以電壓。所以想提升充電速度就得2個方法，一係提升電流，一係提升電壓。如果淨係拼命加大電流，就會產生一個所有電車都好驚嘅問題，嗰樣嘢就係發熱。電流越大，電纜、電機、電池同埋充電系統等等產生嘅熱量就越恐怖。熱量一過大，輕則減慢充電功率，重則直接為電池帶來安全隱患。所以好多400伏平台嘅車睇落充電峰值好高，但能維持峰值嘅時間非常之短。剛開始充嗰陣可能做到250千瓦，但過幾分鐘就不得不降低充電功率。呢個亦都係點解好多車企只係宣傳充電8分鐘，但就唔會話你知8分鐘之後充得有幾慢。包括嗰啲宣傳5C、10C 嘅都係一樣，佢哋嘅5C 同10C 可能只係維持到幾分鐘。而800伏嘅邏輯就係將以前400伏嘅電壓提升到800伏，喺相同功率下，電壓越高，電流就越少，發熱自然越低。咁電池就可以維持更長時間嘅高功率充電，所以800伏最核心嘅目的就係要令高功率嘅輸入同輸出可以更持久。但好多人唔知嘅係，車企宣傳嘅800伏其實只係一個模糊嘅概念。換句話講，只要相比400伏平台，電壓有咗明顯提升，佢就可以宣傳自己係800伏。有啲可能係600伏，有啲可能係900伏。只要喺600伏到1000伏之間，佢哋都會叫自己做800伏平台。所以有好多車其實係偽800伏。更關鍵嘅係，佢哋嘅800伏根本唔係全域。電車上面有3個能量流：充電、傳電同埋放電。但係依家市面上好多車就得充電係800伏，而電池同電機嘅傳電放電系統依然仲係400伏。因為相比400伏平台，800伏對所有高壓零件嘅要求都高好多，絕緣等級要提升，耐壓能力要提升，連 EMI 電池干擾都要重新處理，電池、電機、電控、電纜等等全部都要重新設計。佢唔係改單一零件，而係整套系統都要升級強化。咁樣一嚟，成本就會高好多。所以好多車企就乾脆只做充電系統嘅800伏，亦即係俗稱嘅局部800伏。因為得充電速度係用戶可以最直接感受到嘅，至於其他部分就繼續沿用成熟嘅400伏供應鏈，成本低好多。最重要係，反正用戶都唔會知。呢類車日常揸係冇問題嘅，但一旦持續高負載行駛，架車就極之容易限制動力。因為電流過大，發熱太勁，佢就只能夠限制電機嘅輸出功率，去防止溫度過高失控。但如果係全域800伏，高負載嘅持續時間就可以長好多，整部車亦都冇咁容易出現熱失控。咁問題嚟啦，我哋普通人到底點樣去分辨佢係偽800伏、局部800伏，定係真正嘅全域800伏呢？其實好簡單，只要睇佢電池同電機嘅額定電壓，大於700伏嘅就係全域800伏，如果低於700伏嘅，咁就只係局部800伏或者偽800伏啦。